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係香港唯一佛教女子中學，秉持明心見性嘅辦學精神，致力培育學生全人發展，重視語文、科技、藝術及體育嘅均衡成長。學校積極推動跨學科嘅 STEAM 教育，鼓勵女同學參與國際科學比賽。今年老師再次帶領同學參加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2025，成績優異，合共奪得32金、40銀、32銅，並於中一中文科同埋中一數學科勇奪狀元殊榮。學校及老師更雙雙榮獲狀元學府大獎及狀元之師大獎，充分肯定師生嘅努力同成果。而家有請黃美珠校長分享英語教育同埋新科技學習發展嘅理念，同埋培育女性科學人才嘅經驗。大家好，我係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嘅黃美珠校長。黃校長你好，點解英語學習對劉金龍中學咁重要？我哋學校一向重視英語學習，所以我哋經常都話啦，英文唔應該只係一個學科，仲係應該係一個語言，我哋日常生活需要運用嘅。所以我哋好着緊課堂內外英語運用嘅機會。喺課堂內咧，我哋英文本科其實由同學中一開始，我哋已經好着緊朗讀，甚至乎係用英文嚟表達自己。我哋好着緊學教評緊扣，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知道自己學成點樣，老師都可以追蹤學生學習英語嘅進程。另外，我哋都講多模式嘅學習 （multimodal learning）。我哋嘅宣佈咧，我哋嘅組會咧，都係用三文兩語。我哋都有多語言嘅媒體小組，佢哋要用三文兩語嚟撰稿、報導，甚至乎咧去做唔同嘅訪問嘅。我哋嘅活動啦，或者出外參加英語嘅比賽，都特別着緊。事實上，我哋無論係喺話劇、演講、辯論咧，都獲得唔少嘅獎項嘅。STEM 教育方面，學校點樣讓學生將知識真正應用喺生活呢？我哋認為咧 STEM 教育喺中學階段係培養未來人才嘅基石，重要性可以體現到喺幾方面嘅。第一，聯繫生活，啟發創新。正如我哋成日都講嘅 ，STEM is not really STEM if it doesn't stem from daily life。例如透過設計智能盆栽淋水系統，解決成日忘記淋水嘅問題。令到睇起上嚟好似好離地嘅 STEM 咧嘅概念變得好親民同埋實用。另外就係跨學科應用同埋實踐啦。我哋透過參加國際基因工程大賽嘅大型國際項目，甚至乎咧係參加全國性嘅國際空間科學與載荷大賽。我哋其實呢兩個比賽咧都獲得到金獎嘅，甚至乎咧係全球10大。面對國際級比賽，學校有咩支援措施俾參賽學生呢？我哋點樣支援國際比賽嘅措施呢？其實我哋有好多嘅，譬如喺師資同埋課程嘅支援啦。當然我哋有專業嘅老師，甚至乎教練咧去組織呢個專業培訓團隊。而資源同埋設施咧，學校都盡能力咧可以為學生提供到各類型嘅硬件、軟件，甚至乎場地，希望佢哋可以製作到高質素嘅宣傳材料同埋互動遊戲。而喺跨學科培訓入面，我哋善用咧課堂外嘅時間，為學生提供媒體製作啊、平面設計、遊戲編程，甚至乎公眾演講等等嘅培訓，希望佢可以更加有效咁樣設計出具吸引力啦，同埋科學嚴謹嘅推廣工具啦。喺科技、體育同藝術方面，學校又點樣培養學生嘅才能呢？我哋為學生可以喺體育領域取得卓越成就感到驕傲。針對體育精英嘅學生，學校採取咗雙軌並行嘅支持措施。第一啦，學校會盡最大可能咧，給予學生參加唔同類型比賽嘅機會，並且全力推薦具潛質嘅學生參與更加高層次嘅選拔同埋賽事。而喺學業同埋功課嘅支援咧，呢啲精英運動員咧，佢哋一般比其他同學更加咧着緊時間管理同埋分配。學校嘅老師都非常樂意為佢哋提供學業支援同埋功課輔導，確保佢哋喺追逐體育夢想嘅同時咧，學業進步亦都唔會落後。我哋中樂團咧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嘅表現咧，其實關鍵咧在於規律嘅訓練同埋目標嘅設定嘅。我哋咧推行中一咧一人一樂器嘅政策，安排喺平日放學後或者星期六咧有專業導師為同學進行恆常練習。此外咧，我哋都會設有英語音樂劇嘅歌唱訓練。呢種規律性嘅訓練咧，加上學生對團隊嘅歸屬感，係喺我哋嘅繁忙學業入面咧，可以保持音樂水平嘅秘訣嚟嘅。學校俾好多機會咧，俾學生喺大型嘅活動進行表演嘅，譬如分區嘅浴佛典禮。我哋舊年咧將軍令嘅合奏拍攝，甚至乎學校各類型嘅比賽咧，
我哋都會俾學生一個機會咧，可以去演練嘅。作為香港唯一嘅佛教女子中學，學校點樣為女生提供更多嘅發展機會呢？學校咧係香港唯一嘅佛教女校，無論喺導人向善啊、純樸啊，甚至乎專注嘅學習氛圍之下咧，我哋發覺女生喺我哋呢一度咧，比喺普通男女校咧會有更加多嘅發展機會嘅。我哋好相信咧，活動同埋學術咧係相輔相成，爭取唔同嘅機會，為學生咧提供多元化嘅學習歷程。而喺藝術嘅創意方面咧，我哋都好着重自主嘅體驗，希望佢哋親身咁樣試下做小記者啊，親身試下媒體嘅製作啊，甚至乎壁畫嘅製作。而喺體育方面啦，我哋都有同學咧，由中一開始就已經好想有一日可以入到校隊，繼而代表香港咧參加國際性賽事。就因為咁，最後尾佢都達成咗啦。希望咧呢啲等等嘅氛圍同埋措施咧，令到佢哋真正成為一個有熱誠、有自信嘅終身學習者。我係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任教中國語文科嘅卜思思老師。卜老師你好，你喺教學上最重視嘅係咩嘢呢？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，最開心、最滿足嘅事，莫過於係自己嘅學生所付出嘅努力被認可、被看見。好多謝創科提供咗學界狀元呢個平台，俾學生可以展示自己努力嘅成果。好開心可以獲得狀元之師呢個獎項，令老師嘅付出都得到欣賞同肯定。我始終相信教育嘅核心係在於明心見性，除咗傳授知識，更重要嘅係引導學生點樣去認識自我、發掘潛能。呢個理念提醒住我教學要多元化、多角度，更重要嘅係多鼓勵，俾信心學生去嘗試、去實踐。我經常都同學生講，成功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要有堅忍剛毅嘅精神，一步一腳印咁樣向前行。只要相信，才能看見。我相信每一位同學都能夠喺各自嘅領域成為狀元。我係喺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任教數學科嘅趙金雲老師。趙老師你好，喺教學路上你點樣陪伴學生成長並啟發佢哋面對挑戰呢？首先能榮獲狀元之師大獎，我覺得無比嘅榮幸同埋鼓舞。呢個獎項唔只係對我個人工作嘅肯定，更加係對我哋整個教學團隊、學校同埋以及所有信任我哋嘅學生同埋家長嘅一種嘉許。我嘅教學宗旨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啟發潛能，全人發展。我深信每一個學生都係獨一無二嘅。狀元殊榮固然值得慶賀，但更加重要嘅係發掘同埋培養佢哋嘅內在興趣同埋自學能力。我主張教學並非係單純嘅傳授知識，而係引導學生去學會思考、提問同埋解決問題。我希望佢哋唔止係考卷上面取得好成績，更加係要培養正直嘅品格、堅毅嘅精神同埋廣闊嘅視野。睇到學生喺我嘅課堂入面揾到學習嘅興趣，並勇於探索未知嘅世界，呢個就係作為老師最大嘅成就感。喺學習嘅旅途上面，必定會遇到唔少嘅困難同埋挫折。咁失敗唔係終點，而係你最好嘅老師。每一次跌倒都係一個令你哋學會如何企返起身一個絕佳嘅機會。咁希望我哋學生都會識得去堅忍剛毅去面對每一個挑戰。黃校長，最後你仲有咩說話想對學生講？親愛嘅劉金龍女兒，你哋正處於人生入面最充滿可能性嘅階段。我想送俾你哋呢8個字：勇於追夢，堅持信念。世界每一日快速變化，機會永遠都係屬於敢於想像同埋嘗試嘅人。唔好擔心你嘅夢想睇起嚟有幾遙遠或者幾大膽，就好似我哋嘅國際基因工程大賽入面嘅團隊，能夠喺日常生活入面嘅重金屬污染問題度出發，最終贏得國際比賽。而我哋嘅同學當中，由中一入嚟已經寫我想成為學校嘅排球隊，希望有一日可以代表到香港參加國際性賽事。正正因為佢哋敢於將大膽嘅構想付諸實踐，無論你想投身創科、藝術，甚至乎教育、體育等等，請大膽去規劃同埋行動。學校為你哋提供知識同埋技能，都係你哋飛翔嘅翅膀。願你哋可以帶住堅定嘅信念，展翅高飛，活出精彩人生，貢獻社會。